跳係咪美國嘅意思？跳數講嘅就係澎湃岩，佢下下都用電腦嘅科技時代，花蓮果菜批發市場還保留嘅口語澎湃岩買賣文化。澎湃岩喺農民對貨人當中係負責平衡價勢角色。花蓮地區出產嘅青菜，有一半都會送來亞洲嘅來澎湃。喺東部嘅果菜市場當中，有該重要嘅 TV。向下來認識下嘅具有生命力、有該似嘅澎湃文化。落地盤體嘅澎湃沙冇聽過，見到下就是睇兩隻，兩次嘅需求，即下中央嘅證件。花蓮果菜市場係全台灣果菜批發市場當中位置罕入名古屋大嘅市場，投入3.5秒賣出1籠菜，比天龍還難價。好來四個掃把，咁把攞嚟啊，咁把三個把攞嚟食，好來第，好來第二啦，哎第掃把，我來把，嚟個三個把，嚟把，嚟個三個把，嚟個盤，好來第二。市況卡好對2秒鐘也可能結價。推風來嘅是嗱嘛前價，哦，因為大家搶係搶菜，大家嘅搶菜卡價，按樣從呢一卡頓起咧，叫做卡冇法度咧，傾咯。同埋人嘅一種在食材強，對人入氣，為突破嘅啲，冇乜就是件好考慮。3個，4個，啊，第一聲的3塊，就是說，要不要比哈，要比的要加的趕快，啊，再來4塊，那邊就是一個催促詞，要不要比？不比我趕快結價咯。Andy 還有好多武士啦，武器啦，所以 Andy 後面嘅這個語調還有高高低低、起起伏伏，咁樣感覺本應感覺講較熱鬧咁樣啦，本應嘛感覺講，而家這個市況很好安呢。也會係三體市場，同埋人買嘅菜都會了解，都會澎湃，為黑價之前提出嘅總結顧口。今天的價錢是不是跟昨天的趨勢一樣，還是有漲幅？明天是什麼節？有節日嗎？今天早上承銷商在各市場的瓦期，好的零售的狀況怎麼樣？這都影響到我們今天的拍賣。CQ 量、豆腐量，全台灣搶最各自空氣，天時地料都會讓更多家私，澎湃人為地量當中，來做跌動嘅家私。你拍賣出那個價格是有意義的，你懂嗎？那承銷商要賣得動的，他賣不動，直接會反映到第二天的拍賣。花蓮地區生產嘅青菜有一半都會送到兩類，市場當日高質量，投入有50公噸邊了。這邊在拍菜，到嗰種嘅熱瓜啦，係樣吼。早先6點出門，差不多9點鐘到了會咁樣噶啦。早先早早咧出斬菜要下市，但唔會到講到咗市場下就有些會澎湃一些什麼黏會炒。農民在內一叉將嘅青菜，澎湃市場嘅生意出現虧蝕。8點虧蝕啊！有倆減磅員減磅員就會講來搞了這個農民講個分級包裝、重量的一個檢查，還有一個排序。佢攝影帶號你係重量嘛，你係平民，包心白菜、成功白咁樣。還有到天天是本好的，比如也按本，也是下降的，也水降到也是刺激的，也是下折的用去，所以按本，一天係本好咧，就價市場會好啊。 65歲嘅人民的加入了急鐵案法，佢嘅青菜果子高質量地市場排第前3名。你會買合穩定啦，合穩啦，
哦，改做送这边吼，麻烦啦，就中东的，就会摸的，都麻烦啦，了为还方便啦。本个国菜市场卖，俺唔晓卖啊，就拿来里边啊。种它会让你处理到。系啊。 我的菜全部够了俩，我的白菜沙是2吨半的，我日头在11弄了俩，11弄，我一弄差不多62公斤。除了礼拜日休息之外，拜日到拜六都是澎湃。检验走的清河啊，同时哈，我就给市场 EQ， 也就是叫溯源专区，我就走的清河。每一垄蔬菜它都有 QR code， 全花莲县市。 所有的市场都要来我这边批发，所以我注重的就是供需调节。消费者、农民各方开始都会顾到，澎湃站俩中间这个角色自己动态，各厂当主唔但抢做个险，还会帮助你哋思考去看。 安用买1元元啦，安尼买10元，买100元。给薯饼，屁股后面的啦，比如挑拉档的啦，做个烧头的啦，种皮贡的啦，像有啦，因为讲表弟讲，俺有皮呢，你是种皮贡，俺两个地有皮咯。有竞价关系的人，我总不会比给你看吧？出价的时候，但是我就2颗眼睛啊，那么多人有时候会疏失了。一开始当然是排名也是被骂出来的啦。讲实在话是被骂出来的，价格卖不好是被农民骂。这场澎湃下来至少40分钟都是点钟，澎湃站为动作性，韩外有舌头控制系场面，上嘅添加时候后，国防上除了收红嘅感情戏，日本澎湃站完成告捷。所以要当拍卖员，觉得最难的是什么？对工作的热忱，因为这个要很投入，你才学得起来。有的人学了半年、1年学不起来。不过老台北地板嘅澎湃冇向上，花莲本地下就是挑2點去澎湃，也係入年之內。譬如说有一些南瓜，还是说比较可以放的东西，今天如果拍卖不出去的时候，我傍晚还可以再转运到台北做一个拍卖，所以我有2个梯次做拍卖。下個當年受經驗到反中年時面，搶催生兩台，萬唔得推介下，各區市場也為本社福機構來宣傳亮氣，對項目自面嘅用社團體來講放出動態。我們基本上會依照我們機構內老人家每一天所需求的種類去做申請，這樣。那頻率的話不一定，因為我們像申請一次，我們大概可以使用2天到3天不等。尤其是大宗蔬菜、高麗菜、大白菜這個部分，它都會有一個超量，會有流標的一個現象。我們流標品放在現場來講，我們會po上我們合作社的一個網站 FB 啊，來給這個公益團體去領用。花蓮國際市場嘅險價澎湃，對民國37年獨立，至今就70年安有嚟。不過兩下澎湃站也出沒誤解，有兩項功夫嘅人傾向住脱產嚟。澎湃站係市場嘅領域經費，要嚟記得會計市場作為海南做生命力，記得也希望做10年來加熱，學來相處兩項求利澎湃文化。